大家好啊，我是罗烈士，新竹人虎桥乡虎桥路街人，所以当权公司界虎桥人。我目前是叫做荣民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英文社会的先生。我们对我来讲是双双做研究的地方，有咩前后图学生呢，图朋友来聊到欣赏风景，韩国做到天然调查。我们两只地方因为就我们符合所以是一只水源保护区，因为是水源保护区，所以当到像有名的蓬风茶啦，韩国当到休闲的设施等等吼，到了到秋天，所以对台湾人欣赏的人非常好的两只地方，我们真欢喜介绍俾大家。我从小到虎桥客家庄出世，所以基本上因为全部的客家人冇乜嘅特别感觉客家文化，到高中韩国大学去到特别读书，开始感觉大家讲学落话，自家系乡音嗰种冇强壮的族群感觉是开始出现。但廿几年后，因为大家对客家文化的重视。所以是越来越多人，尤其像到条种庙，或是其他客家庄是做当到客家生活、客家文化、客家环境方面，人操作加当多事情，所以客家文化是特别发达、特别上通起来。茶米吼是推山县非常重要的产业。特别是我们俩为吼蓬风茶、东方蜜银茶是其中非常高的经济价值的一种作物。复兴茶叶文化馆，很久冇来哟，唔知长到样板。曾先生，哎，老师，吃饱吗？吃饱，然后吃饱喽，来，抽电吸茶，抽电吸茶。安置谁？哎呀，很久没来了。这段历史应该是要从你的谁开始讲起？茶厂啊，对，茶厂的历史哦，茶厂的历史要从曾祖父雅胎，曾新谷先生，头拜啊，做红茶，做红茶，阿萨姆。哎呀，然后做到日据时代，就开始茶经时代啊，有没有？就开始在做绿茶，日式煎茶，供应给日本天皇喝的。喝完之后呢，我们台湾就光复了嘛，光复时期光复时期，你这家人就那个去马盖茶，乌龙，就吃乌龙茶，就喝乌龙茶了嘛。老师吃宽了哈，给你。今年的东方美人茶下茶，上礼拜上礼拜周来，上礼拜周保证无毒。因为要虫吃过要虫咬过的茶叶才可以采啊。来，这个老师跟以前的颜色有差了啊，挑白颜色哦比较深哦，深一点。那是10几年前的蓬风茶，因为那是做到。发酵度比较重，更高。以前做到80%，是，现在做到60%，是适应现在人口味吗？口味，还有就是要提供啦，我们就说提供一种资讯哈，给消费者容易辨识。跟谁辨识呢？跟一般的红茶。红茶。对了，有道理。因为呢，头白要红茶跟东方美人茶喝起来都一样。现在就是要给它分别。
一股清香啊，哎，那种花香蜜香，对，很特别。所以它这支茶叶现在都做的懂优啊，很幼啊。因为有白色的，所以常常讲这个白毫乌龙。所以就3个名字，就是白毫乌龙，对，东方美人茶，还有是你哈发，就是蓬蓬茶，三个名字。对啊。皮康呢，再摇一下皮康呢，它这个闻起来味道又更重。看它的叶子就是才有了哈，对啊，真的蜜香，然后它的叶子就才这样，很红哦，很红，真的很红。哎，这是峨眉做的东方美人茶，就这样很红，这样悠悠哎，幼的，特别适合今天。我今年回乡已经8年了。我回乡8年，我就在想说，我回来一定要完成一件事情啊，就是一定要接班，因为你这行业行业啦，就是说客家人，就是说传承这件事情，好像在我们的心中本来就是一颗种子，什么时候萌芽不晓得，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是，然后就随着人越来越多，好像就在促进这颗种子的养分一直在叫我要回来，叫我要回来。每一个客人看到我，他就老奶公，他就说小红啊，那个小老板，这个行业不可以失传哦，我以后好茶要靠你哦。每一个人讲都同一句话，那越讲我就觉得说我回来是使命了，已经不是说决定了，它是一种使命了。因为台湾是一个宝岛，四季分明，春夏秋冬。那春夏秋冬就造就每一个区域茶叶某用嘛，地形也是啊。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峨眉丘陵地，就做俩比蓬蓬茶，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事情告知整个台湾的伙伴，所以一定可以好好拼下去。对，因为我说就一句话，收俩茶哈，这传统行业不是100米赛跑，它是场马拉松。就是这一句话，就会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好，真好，来去行的。好，去走走好了。来，好，多谢。好。很多人说吃东西也要长知识啊，喝茶就是这样。越懂茶，茶就越好喝；不懂就不好喝。真的懂这个做茶的那个前后的那个复杂跟辛苦哦，还有变数，就是真的做过茶，那个对喝茶的那个感觉就又完全不同，因为真的参与了。真是可爱。这个小学校，但是透过这个感受到活力啊。哎。白公庙，对乡音来讲吼，因为降重，所以天头天尾时有白公，水头水尾咪有白公。白公的意思吼是阿公的阿哥，不管是阿公也好，白公也好，全部当孝顺啦吼。所以那种白公吼形象是表现客家庄头一张。对一般人来讲，等接近的一种形象。你有乜嘅事情是做得到白公讲？喊做白公是为了让你转达本天公。你年初来祈福，年尾来万福。
寸起手部啊，也是一种客家人非常崇饶的对土地、对天公、对七家非常崇饶的一种形容。峨眉湖上的细毛埔大桥，客家话叫做水麻布，意思就是长了茅草的一个平埔。头前两件安泰的建筑物是峨眉两片非常有名的地标天安弥勒夫人啊。佢等台其實你按呢隻磐石地，佢非常高嘅兩隻大肚佛啦，有70米高長個暢通做嘅，應該係世界紀錄奧運係頂高嘅一隻大佛嗬。夫人地排度非常發，非常有價值落去參觀，係講有上嘅落去先主温，登記之後是會有非常好嘅土壤。為圖大家落去啲排度參觀。佢當然做得係講伊唔上來行，要上來看倆峨眉湖嘅風景嗬。佢當簡單啊，唔是草山啊，倆山啊全部係太陽能嘅嗬。也鋼田的田區來帶動的嗬，所以啊，你錯了山啊，是做得換一隻角度嗬來看，也峨眉湖的風景，又寬博，又輕鬆，一聽當神奇。你來到了到係二餐湖畔的嘅咖啡堂嗬，兩隻咖啡堂建築非常有意思。樣板講，因為佢係用清水木嗬，來設計，還有用嘅鋼鐵本身嗬，來直接表達一種非常自然、非常簡單的一種建築風格。另外，佢有二餐，意思是係。佢頭前有一幅產水，實際上佢幾隻建築是從坡道兩隻產水讓佢設計一隻湖，喺對過去峨眉湖又係一隻產，所以二產和按人連起來非常有意思，非常有一種三味啊！哇，这怎么样？甜菊茶的口感如何呢？哎呀，好喝好喝，好久不见，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2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跟我们交大客家学院一样，是这个清水模的建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往这个湖边一看本来不懂为什么叫二泉来看原来二泉就是一方面有一点点客家味道，就是说前面一定有一个风水池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泉，然后这样。借着这个湖就看到第2个泉，所以我想就是这个二泉，那就印象非常深刻。那像这些植栽是不是也特别经过思考？是，这植栽不敢讲有多好了，但是都有一点它自己的意义哈。是，譬如说，我先介绍我们前面那棵樟树，那一棵樟树大概有40几年了。是。我们这个整个区块里面，唯一它是原生的，本来就在这里。对。这棵樟树非常非常的好，有画龙点睛的效果。是。它好在哪里？第一，它位置好。是。这人家说有些人说命要好，对不对？对。树也是啊，这棵树啊，它为什么？这么大个地方只有它这一棵树，因为早期农夫在耕种的时候，他也需要休息嘛，很热要乘凉，他会找一棵树留着不要砍，然后呢就在那边休息。那其他的树他把它砍掉，因为要种植要阳光嘛，所以因为它就在边边角角，所以它有办法生存，所以这个叫做命好。这个非常有禅意啊，非常有禅意，对我们这里来讲非常有加分的效果。我们这边的树种有铁道木啊，有印度紫檀啊，这些树木都是
夏天非常好乘凉，然后冬天全部落叶落光，对，晒太阳，晒太阳。我的目的就是要晒太阳。原来如此。我就把这个咖啡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讲怎么样去享受这样子的生活，要搭配整个自然的环境，阳光很重要。冬天啊，泡一杯咖啡了哈。这个晒在太阳，那个意境啊就很舒服。我很坚持要在树底下，不要把这个阳光都遮掉了。介绍一下食物。有，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菊茶嘛。是，我们大家看到这个，除了茶叶好之后，还有一个很灵魂的，就是这个菊饼。是。那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呢，因为我太太是客家人嘛，他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有他爸妈就用那个。茶叶呢放一些菊饼来喝，是有时候可以止咳化痰啊，而且那口感相当不错。所以来这边的时候，我们想说找一些在地的东西，让客人可以尝得到，远道而来嘛。所以我们早期就到乡下偏远的地区收购那个菊饼啊，像他们客家老一辈人会做，当地人直接自己做了。是。后来我们买着那个老一辈都去世了，那剩下来他们也不会做，做出来口感也不对。那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开始下来研究啊。不会吧？开始学啊，是开始学尝试。我们大概尝试了大概2-3年。不过我们太太因为是客家人的关系，有这层渊源，我们是觉得这个不错。那这个之前有100-200年的历史嘛，啊，他们已经在开始使用了。那我们如果有可以尽一点点的努力，可以把这改善得更好。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鼓励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坚持了，快20年了，18年了。是，那再跟您讨一碗。来，谢谢。